如果你係香港人，上中山買樓又唔想踩坑，咁你應該認真睇下呢個盤星辰君悦灣，直接上重點，唔講虛嘢。第一個位置，呢個盤唔係講緊嗰啲未來規劃嘅新區，佢係已經成熟嘅生活區嚟嘅。買完唔使等，落樓就有配套。第二個戶型，佢最大嘅特點呢就係實用，99平方做4房，117平方可以做到5房喎。咁咧，佢嘅實質使用率同第四代住宅係不相上下嘅。第三個客群，呢個盤咧唔係炒家盤，用戶咧就好穩定嘅。如果你將來打算自己住或者係養老，呢個非常關鍵㗎。你都唔想你嘅隔離成日有人出出入入，成日換租客啦。簡單啲講一句咧，如果你想揾一個住得舒服、風險又唔大嘅樓盤咧，呢個項目值得你考慮一下。如果你唔知道點揀，唔知道邊一棟值得入手，直接 WhatsApp我幫你揀，唔使浪費你時間。